咱台湾人嘛真关注这场大选，因为拢讲烦恼会去影响到台美中目前的关系。国安局长蔡明彦就表示，无论是虾米人当选美国总统，对这国际经济也有台美的关系，拢是全新的局面。伊嘛认为讲，这美国是延续对台湾友善、对中国打压的路段，台湾甲美国政府嘛维持战略沟通。美国总统大选结果非常受关注，敢有可能对台美关系产生变化？国安局长蔡明彦透早起立法院报告备询的时表示，即马无适合对任何结果一判一笑。台湾未来会继续和美国现任，或者是新任的政府维持战略的沟通，重点放伫重新关注后一个阶段台美合作的议题，包含国防、经贸、供应链的合作部分。提出更较侪具体合作计划，深化台美的关系。我们认为，不管是谁当选美国总统，对于国际的情势跟台美关系都是一个全新的局面。那在两岸的政策的部分呢，我们认为美国会延续现在至中友台的一个政策的路线。蔡明彦也讲到，刷落来重点是美国政府交接的过程，国安局会加强甲国际友盟合作，交换相关的情报。也若针对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进前直接讲，爱台湾增加国防费用到 GDP 的10%。那川普当选总统，敢会影响到对台湾的军购案？国防部副部长毕鸿辉也做出回应。美国总统大选啊，全球都在关注，我们自我防卫的决心啊是永远不变的。在地缘战略上来讲，有我们的重要性。那我们做好我们自己本分的工作。至于说国际的情况和现况大选情况呢，我们持续关注。军购的部分也有新进度。国防部证实讲，来向美国买29套的海马斯自讲火箭系统，头一批11套海马斯已经运到台湾。另外，拖地 B 飞弹甲 M1 战车，又拢按算伫年底到台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